苏州头一班高乐福出来，辰光差不多了。现在我要赶到口腔医院去。第二趟大致牙齿各位会分去复诊了。说这个上面这吗？哎，对，啊，这合上，牙根发炎了，我们叫根炎炎。那这个慢性炎症怎么个治？我现在跟你去哪里啊？对，你现在跟我到好。那个口腔医院在蛮有劲的，一见侬我领到办公室里来个，非得是啥个意思哇？上趟等半个钟头，今朝发现得等交关辰光。整体来说是1000块钱，补牙要多少钱？400块钱。弹出来着，牙根发炎1400块。我今朝进去弄一弄，直接吃半个海头西北风，韩港人家看看。现在在3类推荐的医院里来抽查，起码来3道才能够出点脓汗，下来一只这一只坏，它是僵的。今天的话，把你髓腔打开，里边的东西稍微疏通一下，因为它磨牙的话会产生热量。我闻到一股焦味，嘴巴里冒出来。哦，这次好了。对。那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1周之后，1周之后还是我。美女。牙齿脓汗辰光还短，现在到范大广场的高乐福去加面头。据说开了海个高乐福，购不靠财富还结账，一般店铺子还用哇？呀，这个电梯上去不开的，啥个情况讲？人家么只有上去开，下来不开哇？也没飞机上去买么子啊？看上去面头更加负担哇？为啥还才是开了海？后高一半空脱，你是不是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啊？是的，钱用不完呀。你充了多少钱1500呢？那现在还剩多少啊？我都没动呢。他就是讲，凡是后港上上下来的，危害毛毛的么子，财富还用购不靠结账，先带牙齿牙干，大带抽筋子，连皮蛋粉也不来塞。我们来寻寻看，到底还有点啥么子还杀靠？5颜6色个气球，莱肯福山，灰曼骆驼个变形金刚，1516两只旅行箱，稀里呱啦个书包，张牙舞爪个恐龙，人类之前地球上个霸主。也感兴趣，脑病139，西单领头还不便宜句话啊！购不靠这个动力不舍得浪费，只有拎一大袋几个立棒骨走去，书面语言积累，埃个就是曾经的世界第2大零售商。苏州再有一盘高乐福，留给老百姓的答案，充实康相当于融资，实际上就是交动地。不管是世界500强，还是工人副地洞，眼门前的一切感受呢，只要个辰光是孙子，举下来磕头谁当能屈能伸，还个辰光是阿条，动地500，烂命1点。范大广场高乐福门口头还是收银员的。栏目头脱了一帮西装不怕开水烫，资本市场最后总归有老百姓买单。范大高乐福光子一句出来着，钢钎想走起，深耕签着免签通知来着。2个17，验明的是还重新提供3年天最难的银行单张单，还啥子？哎哟，再一想，中浪吃饭辰光，银行休息，也没先带大人发来逛逛，用不到走上去才从电梯上看到高乐福四福道一响。灯火通明，琳琅满目。好，我要寻个么子有在脑瓶79，鲜点的69，再鲜点的49，还有30块的嘞，符合我经济价位的寻食者。包含走去看看网浪烧糕，10块钱婴儿奶粉5070块，再仔细一看50块7角，按只价钿么差不多。当然了，最还是吃2个奶奶。一份养2份，就像28年前我与鲜楼一样，180来着，56块42片。看看生产日脚，2022年3个2哎，8这3年，那笃定用。实际浪向埃个么事情，粉是预先包着，几辰光出厂，几辰光开大闸。至于仓库里向包子结婚日脚么，老板自家不一定弄得清爽。辰光差不多着，现在马上去捞单张单，